来进来了，以前还是用那种。好，看这边了。好，我们举一下手欢呼。完了吧？好了，紧张喽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稍等一下哦，我们的摄影师过来，他要下来，然后再拍一些照片跟视频啊。稍等一下，大家，你们现在可以自己拍一下，稍等一下。好，北美台商加油！北美台商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加油 OK， 好。等一下啊。台商加油！9号，10号。要录了吗？要录了吗？要录了吗？好，我们录一下。要了 OK。台湾，台湾，台湾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加油 OK。好，准备，3。台湾，台湾，台湾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你放一点都不齐。听我讲啊，我讲3、2、1，就是台湾，台湾，台湾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 ！OK， 好，来，3、2、1，台湾，台湾，台湾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 ！Very good， one more， 我再来一次，你这非常好了 ，OK， 再来一次啊，3、2、1。人形立牌，这边别摆布了。我在下面拍照。好的，摄影机哦。在下面拍照。对，我在最前。台湾，台湾，台湾。好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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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停了。解散了，解散了。不是所有人都买。大概多少？我看一下。我们现在可以记一条10秒之内给你发短信，我都可以给你打个电话。不会少太多，至少1次包过来。台湾加油！耶！是那个。好，我们这边的朋友先走出到外面，给他们点时间。
哇，这么快！ see you。要走了吗？站起来。以后我有照。上次来7年前，好像就在学。Hello。哎。我也是。Hello， 台湾加油！加油，大家加油！江苏好。都唔嚟啊啦，都唔 check in 啊。你在哪里？现在这个时候他已经站了。对啊，大家大团体之下翕相。现在不拉起来啊，走起来，我拢对。所有人看我！上车！你们是几号车？号导游在那里。哦，谢谢，每天都帅得不得了，我跟你讲。有照相。Alex，帮车给弯，反过来再拍一张。你们要走了吗？问你们看好再走。Alex，Number 7，7号车7号车上车。怎么样？哎，我们的人，3号车等一下。7号车。
哦，走走走走。好吧，希望。拿车牌，拿那边在那边。那牌子呢？他车牌呢？啊？车牌啊？车牌抄对啊。车掐牌。车子那个钢停的那个地方啊。对啊，伊甲迄个牌子。牌子底下。走了走了。Margaret，我带你去，我要上厕所。我头头甲问，结果伊是纵横，就是要看大幕人收啊，撞好。以前车，台湾的呀。你会控制张车，撞很哦。偏偏就是伊就甲阮讲啊。全世界拢在控制。有。你知影你落恐怖伊啊？对。我去Rocky Mountain，一个车入去，就甲我叫谢博士。甲你叫谢博士，伊拢知影研究过啊。每一个爬过境，伊拢知影。可能有差几个啊，哦。我操！看一条，这个。做甲迄个背景调查做甲在上课。你车顶。对。所以我就迄日就做一篇演讲啊，做一篇演讲。上车，我旁边没有问题，我这里可以反过来。主家。
阿哥啊，哎，有啊，有你去吧，有你。啊，你这枪。我得来那个。哦，欢迎。说过来考察一下。700秒。这个呢？就是83号码的那个。或者做78号码的那个。我们现在已经看，必须本来预计10点钟多，好特别啊！看看，如果他们是在。